学台语，身躯部位：头、头毛、目眉、目睭、目睭毛、喙、喙齿、舌、鼻仔、耳仔、面、红骨仔、腹肚、肚臍、手、骹、总复习：头、头毛、目眉、目睭、目睭毛、喙、喙齿、舌、鼻仔、耳仔、面、红骨仔、腹肚、肚臍、手、骹。订阅分享，搁试一个赞，多谢你的支持。